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？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？还不如就直接做。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。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非洲。我从来没有这种嗜好，就是照顾那个女生一直慢慢变老。自从你是我这个送货，是你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。就算你被全世界的坏人包围，看我幻想招惹你，把他们击退。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？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？还不如就直接做。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避躲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。